给你买个东西吧。买什么？买你今天的笑容。早啊，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特殊，照顾病人。你是亲自开车来接我上班的？我身体已经没什么问题了，我来开车吧。真的没问题了，要不要多休息一天啊？真的不用，你看我活蹦乱跳的，哪还像个病人啊？再说了，你为我冒那么大的险，我是越想越生气，越想越自责，昨晚一夜都没怎么睡呢。好吧，走上车。吃早餐了吗？先去买杯喝的吧。啊？我没听错吧？你不是说喝杯好喝的饮料会让心情变好吗？出发了。要多笑笑。我这还有，以后啊，你就要多笑笑，不要总是板着脸。为了你的笑容，花了多少钱硬币？顾总，需要您签个字。好嘞。顾总今天心情不错啊，有人今天买了我的笑脸啊，买笑脸儿。